南宫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位置。来，大家把手上放下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南宫琉璃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宫琉璃，今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不错，这次的方案做得不错，看来是用心了。对了，公司缺的人手招到了吗？是的，新招了一批员工，要不要让他们本人过来？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招到人就行了。这次的发布会，你们辛苦一下，也顺便看看这一批新人的能力。好的，忙去吧。我知道，在哪儿呢？我去，嘿，哇塞，没谁了。一个赛一个的啊。听说有几个还不错，反正都是人事的事儿，能招到就行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下的命令吗？必须要招美女。那是以前，今时不同往日。再说了，美不美，那又能怎样？小嫂的命吃药了吧？把你弄得那么的清心寡欲啊！哎，突然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。来真啊 So what？ 哎呀妈呀，这消息太震撼了！顾先生，今天晚上必须请哥几个吃饭呐！庆祝你找到真爱。Sorry， 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，锦溪亲自做饭，我要回家吃饭。